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0206地动届满2周年，包括维馆、幸福、大智市场等等的大楼的重建，当如期进行当中。台北市长李孟諺上午率领着相关局处的人，向市民表达专程陪伴、持续关怀信念，要让所有的受灾户在咧上短时间内圆满入厝。迎接过年，市长李孟諺日前都要亲自到地动受灾户厝内，赠送春节关怀礼金，表达慰问以外，上午伫0206届满2周年之前，嘛已邀请侪受灾户代表拢来，见证市府面对地动专程陪伴、持续关怀、坚定信念。会中市长强调，伫突破分割、诉讼、整合住户意见以及多次更新等天数以后，包括维馆等3栋大楼的重建进度拢如期进行，被清楚向社会各界报告。这2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而且大家踊跃的捐款那市府也妥善的运用这些捐款来协助灾民的重建，包括有500多户这个红黄单受损的房子都已经补强或者是重建完成。那有930户的土壤异化的地区也已经补强完成那另外针对有几个集合式的住宅，像文和社区已经重建完成，住户也搬进来。那维冠还有大智，还有幸福这3个社区也已经开始了重建的工作。那么主体的建筑也分别在1月跟3月，今年1月、3月可以进场来施工。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心，那会持续的来督促这样的一个工程，让它可以如期如质完成。会中维馆大楼主委嘛代表住户再次表达感谢社会各界支持加感动，而所有受灾户拢抱着爱甲希望来迎接未来心情。虽然暂过传出地动，不过洪家义讲好佳在困去并无感觉。是看到有人又在那边破地震了，对了其实还是会去想到，因为时间又接近，都差不多。去年也有一次去年那一次就比较有感了。这一次可能就我们的床比较软，所以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幸好没感觉。对，幸好没感觉，真的。2年前我们的家毁了，那现在在2年后，我们又重新把我们的家组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啦。所以都是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助，才能让我们那么快夫妻俩又重新就是完成一个家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珍惜啦。市府强调，目前地动的灾害捐款专户管理委员会游玩持续进行，希望在上短时间，让所有受灾户圆满入新厝。台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长赖美惠3号即天宣布，要将服务乡亲的工作交接予后生李宗翰，正式投入后一届的议员选举，并伫咧宣布会上以稻仔作为交接的信物。象征照顾农民，也核实稻仔谦虚的精神，成为有活力、新希望的绿色生涯。议长赖美惠伫咧25当前踏入政治这条路，当年第1场参选说明会就伫咧福安市举办，一路受到乡亲的爱护甲支持，顺利当选县议员甲议长。如今决定将服务乡亲的责任交予后生李宗翰，所以也将宣布大会今伫咧福安市来举行，象征着传承甲感恩。伊地方安尼走来，正半冬的这段期间，伊敢深深体会出讲，原来爸爸妈妈将对伊这份的爱换为地方的大爱，为着地方要搁较好。要来顾守乡亲的安全，要来让地方的乡亲会当有搁较好的日子通好过，安尼在奋斗，在打拼。所以伊深深有感受到这份的使命，
我是一个数据分析师。虽然讲妈妈伊讲我是放弃了我这个工作，毋过我认为是我选择转来这个所在，我并无放弃啥物。因为我放弃这个工作的时阵，我若是选择这个工作，是我放弃我的妈妈。对我来讲，妈妈甲佮伊时代，甲是我上重要的选择。我转来这个所在，我发现讲咱台南其实有真侪资源无好好啊利用。咱咧讲数据分析师。毋是讲创造多大的利益，是减少咱资源的浪费。李宗翰辞掉数据分析师的工作，回来故乡，伫咧这段时间，淡宝清的身边学习。宗翰也提出对地方产业、社区生态以及大生涯未来发展的方向甲蓝图，希望以少年人的思维为地方来加入绿色的新力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任台南市商会理事长林世杰以着政治素人的姿态，投入民进党市员的初选，为着要甲选民面对面沟通，3号这天特别选伫咧安平林济殿庙前来举办着政见说明会，吸引着大批支持者前往听取。市员参选人林书记为了向支持者说明家己的政治理念，3号伫安平林济殿头前举办新力量安平做伙大步行的政见说明会，会中邀请名嘴吴国栋、高雄市议员陈正文以及台南市员郭清华出面徛台。另外一位重量级的助选员，第一摆参选市长初选的立委黄伟霆，嘛出面向乡亲推荐。确实。将商业会的整个的会员的权益，咱台南市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机会，以及免进行咱的商业，来做做好的。我想，因即会当有这个机会，大家拥护讲好啊！你市长，你讲啊济，照顾我济，你干脆来做议员啊！那安尼会当照顾更较济的咱的百姓，毋若是咱替咱商业界发声。嘛替咱各行各业发声，甚至爱替咱的基层的百姓发声，你讲对不对？所以呢，未来台南市的市政，那阵委托啦，3月初5，民调有法度提名到，伫年底11月24的大选会当顺利。未来咱一定需要像苏杰啦这样啊优秀的议员。来替大家服务，来替市政来斗发声，你讲对不对？看到各界遐尼侪人收听，林书记表示深深的感动。未来若当选，一定袂辜负选民对伊的期待。咱嘛看到，咱的人口一直咧流失，嘛无法度来解决。咱嘛看到咱地方会当发展，但是伊发展非常的慢。书记知影讲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一定要透过公权力才法度解决。我热爱着，我对咱的家乡有真深的感情。我嘛希望各位咱遮的长辈时代，甲我相挺，甲我支持，互我有一个机会，会当为咱的地方，甲为我的好朋友，甲为我所参与过的团体，对我有寄望的乡亲，会当来做一寡代志。林书记竞选团队表示，2月11号礼拜伫南区北极点同款有一场政见说明会，欢迎市民到时踊跃前往听取，做伙大步向前。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的重大民生议题。针对台南市政府为着要降低民众饲囡仔的费用，所推出的私有公共化政策。台湾公论报以及议员参选人李启维邀请到侪专家学者与会，做伙公开讨论，希望探讨相关的配套措施要如何来进行。因为关心台南市政府率先全国所推出的私有公立化的政策，包括台湾公论报的董事甲市员参选人李启维。以及台南市幼儿发展协会理事长、南台应用科技大学幼保系的主任，甲市府教育局代表拢聚集做伙，希望就私有公立化的具体内容、经费财源要对来，是毋是有配套措施等等进行讨论。就是政府这个政策大家认为是袂歹不过资源的一个分配现在有时候
就局限于就偏乡少数人这样子是否对幼教业者就是市区这边的幼教业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今天在会中也是有针对这方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讨论这样子。就是希望会当更加确实的保障着幼儿的受教权利，同时也维持教育品质，并降低着家长负担。因希望借由安尼公开讨论，让市府更加重视着幼儿教育的问题。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让台南成为每一个人拢愿意成家立业的好所在，经政务委员高师博展开名叫做“思想起博感情”的行程，一连走访了13间具有丰富人文历史的庙宇，希望借由这座探访，让高师博会当亲身听取到无同款的声音，作为未来打造幸福台南的蓝图。第一个。前政务委员高书波为了让台南成为每一个人拢愿意成家立业的好所在，展开一场名做“思想起博感情”的行程，亲自走访台南13间具有人文历史的大庙，除了了解庙宇的典故以外，嘛甲地方人士做意见的交流，希望将这意见整合，做伙努力将台南变更较好。关于我们台南市13间代表性的庙宇的一个专辑啦哈，那我们当然都主要是介绍几个主要的大信仰哈，像王爷翁爷黑痛的这个信仰哈，妈祖黑痛的信仰哈，然后像那个关帝啦哈，关帝呀哈，这个系统的信仰哈，还有像保生大帝这个系统的信仰怎么样在台南落地生根呐好，那我们发现说它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台南市历史非常源远流长的一个展现啦哈。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13集介绍我们台南市的宫庙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台南市其实最重要、最宝贵的是传统，是传统。那我个人对于这个传统的维护跟传统价值的保持，我认为这个是让我们台南能适合成家、适合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APO 带到台南好料这支影片2月14号将正式播出，对影片内容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上脸书来找各属和 APO 查询相关内容。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虽然天气非常的冷，不过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犹原继续扫街行程，伫咧5号来到大新丰区。伊也发表着日能创新3大愿景、甲公共设施的提升以及观光线的串联，有信心来打造优质的就业环境，让少年人愿意留伫咧故乡食头路。市长参选人陈廷辉扫街车队为溪北大新营区出发，5号来到关庙大新丰区，并发表3大愿景，希望借着沙仑日能科学城开发，将研发技术向南部延伸，吸引相关产业进驻，以增加就业机会，让少年人愿意留伫台南。绿能的愿景是我们在大新丰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今天正式结合很多的一个产业。包括停飞，也争取了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这个是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当中担任委员一路来的争取。我相信，所有的资料都非常清楚，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研究能量。过去所有的研究都在北部，我们希望在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来到台南之后，我们可以增加所有的传统产业，还有农业科技等等相关的一些研发，让我们所有的传统产业可以转型，农业可以转型。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指标。所以，我相信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为台南努力，那也在这一次刚好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的想法一一呈现，也希望看见我们台南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面对10月度的气温，陈廷辉提出民众送伊的米奇手套来作为保暖工具，也成为拜票的一大亮点。伊表示，沿途者看到民众的热情，伊就袂感觉冷，而且不管天气寒冷，市场拢必须作为市民上大的瓦克。台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最近冷冷的天气，使用电暖气的人也增加，造成冬天用电增加。为着要因应欠电的问题，行政院决定重新启动核二厂。对此，台南市国民党议员质疑重新启动核二厂是为着将核载食品的开放合理化，强调伫咧这个会期会再次提出修订台南市食安管理自治条例，来为市民的健康把关。对着目前欠电的情形，行政院已经决定重新启动核二。台电最近将向原能会提出大修了后运转的申请。对此，台南市国民党多位议员认为，当初民进党主打非核家园，如今说要重新启动核二，根本是打脸的行为。同时，针对核载食品进口将要解禁，因也强烈提出反对，表示一定要达到零检出的标准，若无将全力抵抗核载食品的进口。我们搞不懂。当初欺骗台湾人，当初拿非核这个口号，说为了我们全国这个乡亲的健康，一定要关厂要禁核。可是今天民进党政府谎言被拆穿，自己打脸打得如此严重。我们台湾进口日本食物有占我们的整个食品里面有25%，美国只占4%。但是美国这4%，他们都是会派专员到日本去做严格的实地检验。那个小英只学美国开放核食进入他们的本土，他有没有学美国人派专员到日本去实地检验？我们台湾，如果你真的要比照美国的标准，你有办法这样做吗？我们的人力可以负担吗？台湾的食品检验只能靠边境人员做抽验的动作。台湾多少抽验的东西漏洞一大堆，我们这些现实摆在眼前，你能够让我们台湾人民很安心的来用你用来的做政治利益交换的核灾区的食品吗？议员李宗诚表示，有真侪少年人拢真介意买日本的食品，但是买的时阵无一定会看产地。伊烦恼核载食品被有心的俘虏，也就是儿童食了腹肚，就有可能生出畸形儿，以及影响小朋友的成长甲健康。对此，国民党强调，为着市民的健康，这个会期将再提案修订台南市食安管理自治条例，来为市民的食安把关。但新闻大山林根参报道。台湾在地优质的企业三立货柜有限公司，长期投入货柜屋永续再利用的理念，并且结合三歌学举办竞赛，提供奖金，积极为台湾培育后一代的设计人才。三立货柜有限公司台南市政府甲昆山科技大学对2014年开始，每2档举办一摆三立杯货柜处设计竞图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2届。每一摆举办拢吸引大批优秀的人才参加，主办单位嘛大方提供奖金，鼓励学生设计出具有永续观念的货柜处。日暗时伫林地举办颁奖典礼，场面隆重盛大。以和为贵，张师复工，恭喜！今天在我们的设计展览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风情万种的货柜形象，真的是颠覆我们对以前货柜屋的这种刻板印象。那我想，我非常敬佩黄董事长、黄总经理、商柜货柜，他们愿意在企业有成之余，还愿意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工作。如2年举办一次的货柜拼图比赛，让学生有创作表演的舞台。这次竞赛共有22所学校，近500名学生热情参与。经过初选到复审，再到决选，过程中要感谢许多专业的评审委员。今仔日看到大家这么热情支持这届的活动，真正足欢喜的。我嘛要感谢所有在这届活动中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主办单位表示，货柜不是只有装货尾的功能，透过货柜处设计竞图比赛，都会当刺激学生的创意思考。另外一个上大的目的，是希望培育台湾新一代设计人才。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电影《花甲男孩当大人》由导演曲友宁率领团队4号来到台湾手庙天坛，祈求票房会当有好成绩。并且伫咧庙前来举办着见面会，现场客满了大批粉丝，要来甲演员互动。2018贺岁片《花甲男孩当大人》为着要祈求天公伯啊保庇票房开出暗盘，特别伫咧4号即天，由导演曲友宁率领着电影当中的演员来到天坛拜拜，并且伫咧庙前甲济粉丝来见面。这个电影呢，2月9号就要上映了，而且是一部有笑有泪、非常好看的电影，是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贺岁片。那希望大家在去年如果因为我们的电视剧而感动了你们的话，希望2月9号大家电影院去给我们一些支持，给我们一些鼓励。介绍，感谢各位对，有各位对那年来的各位参与我们有请各位大家来支持咱这公干。这出电影将要伫咧2月9号来上映。这出电影的导演曲友宁甲所有演员拢大向民众来推荐，欢迎大家做伙买票进场来支持这出充满台南味的好电影。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每一档拢会持续举办寒冬送暖关怀绿色活动，也以着爸爸陈家照的名义成立文化基金会，连续10档做爱心，要来感念爸爸关怀绿色心。今年更加联合着副议长郭信良以及登陆基金会做伙来关怀绿色，将温暖的心散布到社会角落。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伫咧爸爸过身以后，成立在团法人陈家照纪念文化基金会，以着爸爸的名义行善，感恩伊关怀绿色的心，已经连续10档唔捌停过。今年更联合其他爱心单位共同举办，希望将小爱聚集成为大爱。我们第一开始会有这样的发起，就是因为爸爸离开的那一年。因为爸爸办了丧事之后，有一些这个好朋友的一些奠仪，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把所有的一个奠仪，然后可以转注在整个关怀弱势的一个活动当中。所以在整个活动的开始，其实我真的其实感念的是爸爸，因为有爸爸才有可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一连举办了10年，然后这当中我们也用了我跟怡珍，我们有一些选举补助款，我们成立了陈家照文化基金会，然后这样的一个基金会也最主要也是希望帮忙弱势。我们没有对外募款，我们做基金会完全没有对外募款，我们全部都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政治的结余款，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助。所以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抛砖引玉。那真的很感谢有很多好朋友知道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所以越多好朋友他会来找我们说，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类似活动。
另外，登陆爱心会以及副议长郭信良共款伫咧安南区举办绿色雨物资发放的活动，现场迎来了侪爱心单位共享盛举。乔登全日式发型连锁、好第一食品以及南英赛主会等单位拢出钱出力。这16档内底关联的培米甲爱心的救助，甲关联奖金要到5000万咯。今年的物资特别较济，因为善心的人数较济，所以希望我这低收入户能够过个好年。今仔日特别的包括乔登的意见，包括地方的这个做出来这油拉汤，真侪少，包括春联，包括真侪志工，是只要咱大家做伙一路，希望呢社会善心人士能够共襄盛举。这届联合爱心关注总共照顾到安南区、北区将近2000户的低收入户，希望地方善心人士处之社会，用之社会善行，会当互咱弱势的朋友感受到社会爱心，安心来过一个好年。等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咧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温度9度至1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收看2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